歡迎返到讀書日誌。今日我哋講 Sam Altman， 即係 OpenAI 嗰位。好多人覺得佢係天才，但睇完 Supremacy 第3章，我覺得佢更似一個冇咗某種情緒電腦嘅外星人。書入面提到，2006年一個夏天，當時得21歲嘅 Altman 瞓喺加州一間屋嘅地板度，全身淨係着住條運動褲，熱到95度。當時佢做緊第一間公司 Looper， 壓力大到佢覺得自己會爆炸。呢個係佢人生嘅轉折點。佢喺嗰刻決定，以後唔可以再俾情緒牽住走，佢要學識 detachment 抽離。呢一種抽離感令佢後嚟做投資嘅時候，好似一個喺賭台上面完全唔驚輸嘅賭徒。書入面有個好正嘅形容，話佢大腦好似少咗一條電路，令佢完全唔介意人哋點睇佢，只係專注喺啲贏咗會好大鑊嘅項目度。比如話，當全硅谷都仲做緊一啲送外賣、寫 App 嘅小生意時， Altman 已經去投核融合公司 Helion 同埋搞長生不老嘅 Retro Biosciences。佢同創業者講：你個目標唔係要賺幾百萬，而係要加個零。如果你原本諗住做10億生意，佢會叫你諗點樣做100億。最震撼我嘅係佢對人類嘅睇法。Altman 喺一次訪問講過，人類處理資訊嘅速度其實好慢，1秒得個幾個 bit，但電腦係以 TB terabits 計算。喺佢眼中，我哋大腦只係一套可以被複製甚至被優化嘅代碼。呢一種冷靜到近乎冷酷嘅思維，正正係點解佢會咁執着要開發 AGI 通用人工智能嘅原因。佢相信 AI 係拯救人類嘅唯一方法，因為佢覺得人類太唔高效率。嗱，究竟呢一種救世主心理係真係想幫人，定係一種極致嘅競爭慾？書入面留咗個伏筆。Altman 雖然成日講要謹慎，但佢內心嗰種一定要做第一嘅勝負慾，可能先係推動一切嘅真相。3大行動建議： 1. 練習情感抽離，學習 Altman 喺面對挫折時嘅心態。當你遇到大挫折，試下將自己想象成一個觀察者，問自己：如果我係旁觀者，我會點樣冷靜處理呢件事，而唔係陷入焦慮。 2. 升級你嘅雄心規模 ，add a zero。下次定目標嘅時候，試下喺後面加個零，唔係叫你亂吹，而係逼自己跳出優化現狀嘅框框，去思考點樣產生質變。3. 保持極度溝通與極度資源化。書入面提到 Altman 要求創業者必須 relentlessly resourceful， 檢查下你手頭上嘅目標，你係咪已經用盡咗所有社交網絡同工具去推進？好啦，今日分享到呢度。Sam Altman 嘅故事話俾我哋聽，改變世界嘅人通常都係一啲唔太正常嘅人。你又點睇 Altman 呢一種冷靜到近乎冷酷嘅思維呢？歡迎喺下面留言話我知。如果你中意我呢一種深度拆解，記得點讚、訂閱讀書日誌，同埋分享俾你身邊對 AI 發展有興趣嘅朋友。我哋下集再見。